议员杜淑莹表示，林德地区因为发展快速，位伫昆仑路甲中正路口，文县消防分队因为厝龄老旧，加上双车路口车辆出入阁复杂，对此议员建议，希望用个刷到昆仑路中军段一地占地大约0.3公顷的农地，甲德南派出所做伙来重新兴建。对此，市长回应会列入重大建设的计划。后来，咱有看到，这拢是头前遮认的，而且你即马有看到迄只警车的头前停的乌托邦，遐以早阁是一条水沟啊，无偌大条咧排咱内底的水，落尾较甲伊空平起来，较做咱的乌托邦的停车过来。哦，你看就是遮，你看迄外下啦，就即排较空水沟挂起来做乌托邦的停车。啊，内头拄啊入来，就是咱的服务台啊，来过来，后来入来这个空间，咱有看到这个所在啊，遮吼，遮就是服务台，遮就是咱内底办案的空间。多谢杜议员，这伫要因应这个新丰地区的快速发展哦，要甲基础的设施做好吼，这就当然警察吼，警察甲消防这是非常重要基本的都市服务功能。所以你所讲的这两个地，这两块地无问题吼，面积无问题吼，变更无问题前提下，吼，咱要来去这个德南派出所甲文县消防文县分队吼，咱会甲列入重大建设计划。好，谢谢。当然嘛，真感谢咱足侪咱新隆区大家吼，拢有用心各位议员拢真用心。同款位伫中军段923地河边仔的林德文心公园，当初因为地高公墓的迁葬，将当地整修为公园，毋过因为欠缺管理甲维护，目前杂草丛生。对此，市府民政局回应，目前该公园搁伫厂商的保护期，会要求区公所加强督导并且维护。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。